点来敬拜赞美的神。然后今天欢迎每个人都可以跟我们的招办拿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蜡烛，变动蜡烛。然后你可以把它点开，就是下面的开关，然后放一下就会烧起来。这样 ，OK。那我们就一起预备。在路加福音第2章第13到14节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Bye.
香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主，你的香气叫我们从黑暗入光明。主，你的香气在我们当中安宁，让我们可以来感受你，来经历你。主，你的香气在我们当中。 让我的生命再次的苏醒起来。空气里弥漫着一种。
12月的圣诞活动月其实已经开始，从现在开始。那从12月2号就是今天，我们周礼拜在2楼，同时我们楼下也有点灯的嘉年华。每一个礼拜呢，你都可以带你的朋友来到教会，来到活动里面，来一起经历什么是圣诞节，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盼望，什么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意义。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所以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活动来参与，来经历活泼的盼望。好，那上面的日期呢，请大家记得，如果不记得的话，也可以透过我们有那个广告宣传单，然后还有那个我们的周报都有写。好，那这就是我们在迦南2017的圣诞夜。我今天没有放啊，我已经在那个昨天的时候已经抢先去那个拍照打卡，然后如果你有看我的 FB， 应该有看到。那我们几个人呢，非常的喜欢这个布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那个布景的前面，每一个人都很瘦，每个人都很小，因为它非常大。OK， 好，欢迎你来这边拍照打卡。每个礼拜拍照打卡，会有抽奖，还会有小礼物，欢迎大家一起来。那我们在2018 2月5号到2月8号那个肯密特宣教之旅，一起有一个读经营，欢迎18岁以上的学社青。如果你高3，你也可以报名。那12月11前报名享早鸟价，而且教会推荐，所以教会还会补助。OK， 好，那我们就持续来关注这个活动，在2月5号到8号，那时候如果是学生已经放寒假，如果你是社青，你可以有年假的话，也欢迎你可以排这个假来跟我们一起去，更多的来认识神的话语，更多的来看见说，读完经之后我们可以怎么做？那我们今天也是哦，我们等一下一起经历周六礼拜之后，我们到下面，我们就是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点灯带来盼望的活动。好，那招募小帮手就请大家自己看，然后12月17号9点50，教会1楼有医疗咨询，是学青团契。所以，如果你可以参与的，请向我们的学青会长在哪里？在我们3楼开头就看得到，因为他今天是那个一起放 PPT 的。OK， 好，欢迎大家。然后本主日12月3号，我们的台语礼拜有长职同工、核心同工的就任。你是核心同工的，请你挥手好不好？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可以手放下。那我们在12月3号台语礼拜的时候会有一个就任。那当这个就任是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你在众人面前跟神立约说，是我愿意，神你差遣我来服侍，你差遣我参与在你教会。像这个每个礼拜里面呢，有很多人投入在其中。那他们投入就是因为他们看见说，当我们在教会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们更帮助旁边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经历耶稣基督的盼望，所以请核心同工一定要参与在当中。明天的就任，好，那我现在呢就要来开始介绍我们那个就任的名单啦。我先从我开始介绍开始。那大家好，我是黄世健传道，要给我掌声，谢谢。好，有人叫我世健传道，又叫我倩倩，然后有人叫我倩姐，这感觉不是很好。好，也有叫我姐姐传道、黄传道都可以，好，都可以，跟旁边说都可以，都可以，不用太担心什么叫错啊什么的哈。然后明年呢，我们每个人都写自我介绍，跟明年我们的这个目标啦，我看到的是青年有心哦，我们就彼此会关心，然后我们有了关心，就会开始建立关系呀。所以这是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我们的耶稣基督有爱开始，我们就领受这真的爱，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我们就可以创造合神心意的未来。所以跟你旁边说，你很有盼望。那我接下来继续介绍啦。那我介绍到他的时候，他站起来，然后我们拍手欢迎，好不好？我们的陈敏哲区长也是我们的长老，拍手。OK， 好，不要这样自我介绍这样，加油。好，我非常期待跟我们青年牧区每一位青年我们一起来服侍神。那在明年呢，我非常期待我们可以一起带领更多人来教会，好不好？好，就是从你我一起来做那我希望明年我们青年牧区可以达到100人，好不好？我们将一切荣耀来归给神，好不好？其实这个部分呢，其实不难只要我们来响应教会的这个事工跟着我们整个牧长每个人只要带领1至2个人，我们的牧区是不是很快就会成长？我们整个这个教会的会堂里面呢就会坐满
们要来跟神来祈求，要来抢救更多的灵魂，让更多人来到我们教会，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好，继续来介绍，介绍到你的时候，请你站起来哈。那我们的李章玉执事有在我们当中呢，在楼下哦，好，果然是很忙碌的人。然后最强特助，以前是特助，那他同样是我们的宣教组组长，那他是接下来 CS 小组就是现在的比较这个资深的社青，资深社青的小组的组长，然后非常乐意服侍。那12月3号也是会一起就任。那接下来一个是李佩姐，佩姐今天呢她已死会了哈，然后在教会中加薪，在工作的也是这个 CS 小组的副组长。那他的目标就是从关心变关系，从陌生变熟悉。那如果在我们当中呢，你是符合这个资深社青，或是你觉得你比较想赶快长大，你就可以来这个小组。好，那还有在我们当中呢，有另外一位也是很忙碌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在楼下，白天有看到，然后也很乐意服侍，是我们丁家硕执事，真让大家看到说，以后看到不会想说，他是谁？有可能忘记名字，但脸看过嘛，好，那我们尽量要找符合就是近况的照片，好，国渊在哪里？好，请起。那他也是我们今年很新的同工哦。这边可不可以给他一点掌声？好，大家一起加薪。然后他说呢，他其实才来教会1年而已，可他就很愿意来一起服侍，一起死会哈。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也死会。好，请坐。好，那还有在我们当中的 NG 小组的好不好？我们最受欢迎那个最瘦的人，好吧，可以起立吗？他去楼下打卡是不是？那他打到真上来吗？ OK， 很瘦的人，那他就说他希望可以喜乐的做好事情，对，所以是喜乐的不是臭脸，是喜乐的哈，不要再讲人家是臭脸。那他说希望陆续可以好好成长，彼此帮助。那他等一下上来的时候，如果看到他就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 ？NG 小组，好，那继续 NG 下去呢，就是我们的勇于家晴晴，然后我们的副组长。护理师，然后笑声有特色。如果我讲的好笑，他等下笑你就知道。好，然后很乐观开朗，那这不用讲，大家都知道。NG， 然后你想要问为什么叫 CS， 为什么叫 NG， 就自己去问他们，这很多梗的。好，还有另外一个也在楼下，他不是长这样，那他是敬拜组的组长，他跟大家好，大家问他说，大家好，我是黄君毅。希望大家可以更喜欢敬拜，希望大家可以学贝斯这样，对，学贝斯不是吉他跟鼓，因为那边有人哈。好，也是 NG 小组的那个组员，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也不知道是谁啦，因为看不出来嘛哈。大家叫林彤，然后唱歌很好听，打鼓很帅。等一下呢，楼下他们也有这个表演的时间，所以如果你结束礼拜，千万不要走，因为这样你就没有办法看到他正面。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喽。那接下来这个 OP 小组好不好？就是我们一直很拥戴的一位执事这样，然后现在已经被拥戴成为神学生，然后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接，来，听到黄国就知道这是最受欢迎的人了哈。所以很 OP 请坐。那最近瘦很多，对，那持续会不会瘦，我们就静观其变。然后 OP 呢，另外一位也是笑声有特色的，可以请起立一下吗？还是去厕所了？厕所好，一如，那他也是我们当中未来的明日护理师，也是我们常任夏令营的小护士。那他是 OP 小组的这个大研的小组的 OP 这个副组长，对，那我们持续的要来一起参与。那就是最近这笑的脸最挤的一位，也是我们家男人资最浅的一位。好，有兴趣请他再简单欢迎他。不要看到我看到招牌上了，我请大家多多支持，不要再呛他了，谢谢。好，然后继续后面小组在我们楼上的那个郭平山，对，原来是你们的新队长卸任之后呢，仍然在我们的小组一起担任同工哦。那2017辛苦是对他说了，那2018呢，大家继续同工。好，还有就是我们徐田也在楼下，等一下听到他美妙的歌声这样。听说他唱 Jingle Bell 是吧？应该是OK， 还会打鼓哦。其实他很多才艺啦，
慢慢发现，就会发现它是血腥。对，好，那我们继续再往下去看呢。那 GU Plus 这个，立柱在我们当中，你在楼下是不是？在楼下。OK， 好，就是他已经 GU Plus 了啦，可以去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大概就是从0岁到100岁都可以接待的意思吧。然后他也是行政组的组长，资料正在整理中。然后他有一个期待跟这个分享，就是说，在青年时期信主的蒙福，就很像还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是何等的有福。对，所以你跟你旁边人说，你很有福气。很有福气。然后同样呢，也是我们顺其自然都交给神，顺其自然都交给。为什么要念3次？很重要的是 ，OK， 祝我们尤耀胜好不好？请起立了，欢迎他。对 ，GU Plus 呢是我们国高小组，然后呢，他们呢很有这个目标，很有企图心，很有前途。他们一直在想，他们明年要怎么样来跟这些国高生、中生，所以你看到前面很年轻，有没有国高中生的，就是去找耀胜、找丽珠。那明年开始呢，就是由他们来带领我们整个小组。好，我要继续来介绍我超年轻的超年轻。然后玉萍在哪里？玉萍请起立好不好？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高3生很香哦。然后他不仅是这个 GU Plus 小组的同工，他也是招待小组的组长。更重要是他要准备学测，统测，5月是统测对不对？统测，所以大家要一起为他祷告。然后他说：“大家好，我叫谢玉萍，希望明年我可以把服事做好，然后青年牧区可以越来越好。那大家一起投入才会越来越好。”好，还有一位呢更年轻哦，这超年轻的，这已经年轻到，真的太棒了哈！玉玺在哪里？玉玺，你们站起来好不好？让大家稍微看一下，大概多高哈？因为他才国中，你们最年轻的国中生也是最年轻的核心同工，所以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核心同工的意思，为什么要介绍呢？因为介绍让大家知道说，以后我们牧区像我们这几个礼拜会来很多的人，那国中生要介绍给谁认识？高中生要介绍给谁认识？那大学生、研究所或者是他社青要介绍给谁认识？对，那就是欢迎大家吼。那我们还有我们的总务组的组长罗毅，好，也是笑得很豪迈，对，大概也是印尼塞尔的那个路线，有点内向。那贴心提醒，就说明年吃爱餐的记得要登记。我们明年爱餐是改为用赖的登记制，用小组来登记。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剩太多，或者是会不够吃这样。要记得来登记，然后还有我们招待小组，潍坊在哪里？也起立好不好？我们要拍手，他们真的是很棒。然后一起在要准备考试的，而且1月就考，还是2月？1月底嘛。对，那要特别为他们来祷告。好，我们要来预备新奉献。奉献呢，就像我们刚刚的一位同工所献上，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如果不明白奉献意义，就用祈祷来表达感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有你与我。
今天是代降节主日的第1天。我们知道，我们又进入了圣诞节期。主啊，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来思想，我们在过去我们所经历神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以喜乐、以欢乐的心来迎接这个节期，但我们同时要更多的感恩，更多的思想主啊，你在我们生命上面所要成就的一切。无论我们是年轻，无论我们是资深，但是主，我们相信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你的孩子。我们要用我们的真心、我们的诚意，将我们的一切献在你的宝座前。现在我们要将我们的时间、才能、金钱，奉你圣公所用，求你悦纳。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请坐。我们要来读今天的经文。那今天的经文呢，在马太福音10章1到12节。这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经文。那我们一起要来读，大家可以看台上的荧幕，或者是翻开你手机的圣经，或者是你纸本的圣经。那如果我们好了的话，我们一起大声来念哦。预备好了吗？大家都预备好了吗？路加福音的路加福音10章1到12节才对。OK， 好，预备好，大声一起来念哦。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当我们今天要一起来领受这段经文的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来到神面前，愿神透过这段经文来对我们说话。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赏赐我们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领受那真实的盼望。主，那个盼望是从你来的，那个盼望是主你叫我们的生命因着主你的心意，因着主你的爱充满，让我们有这样的动力，看见需要也去回应在众人的需要当中。主，你也亲自回应我们的需要。主，向你献上感谢，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领受，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耳朵，让我们听见、看见，而且我们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跟随你。主，向你感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今天要来读这段要来领受这段经文之前，我先问一个问题哦，你觉得你是拥有盼望的人吗？不是哦，是哦，好，很明显。你觉得环境是充满希望的吗？是。如果不是，如果是，今天的教会为什么要办这么多的活动？如果在后面打上一个符号，你会打惊叹号。哦，
我们最近很流行，我们3个牧者每次讲话都在哇，对方讲的哇，彼此激励有没有？彼此看见在生命当中的盼望，还是你会在后面打个问号？有吗？是吗？那怎么会这样？还是逗号？我是拥有盼望的人，但是如果我怎样的话会更有盼望。我是拥有盼望的人，如果怎么样的话，那才可能有盼望。还是你会在后面打上句号？就到这里，不用多想，世界很美好，我很好。还是你会？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当中会选择什么。如果要写一个符号的话，今天呢是代降节的，明天是第一个主日。但我们今天礼拜六的时候，我们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是同一个主题、同一个经文，但是分享的时候人有所不同，或者是有一样的时候。但是我们信息里面总是在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没有人知道代降节的意思是什么？有人知道吗？代降节，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即将来临。如果你想一件事情，你觉得明天即将来临的是什么？还是等一下你觉得即将来临的是什么？楼下好听的诗歌，还有我们期待很久的那些活动，还有会有很多没有看过的人来教会里面。代降节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跟等候的意思。古时候的人，在以色列人，他们古时候他们一直在传说一个3个字，叫什么呀？弥赛亚。弥赛亚，跟我说的是弥赛亚。弥赛亚。他们在等一个叫弥赛亚的，这个弥赛亚是救主的意思，要来救他们，要来救他们。那在主前700多年前，距今已经更久，快要3000年了。那这个上帝透过一个叫弥迦的先知，就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百姓说，当时以色列百姓就是像很多现在的国家，他们被攻击，他们在战争当中。那上帝就透过弥迦向这群以色列人说，将来有一位要从伯利恒出生，要带领他们进入很好的平安的生活里面。于是这些以色列人就开始期待。那你猜他们等到了吗？今天的犹太人等到了吗？等到了吗？没有。等到了吗？我想，如果今天的犹太人认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他一定会觉得他等到了。过去每个时代，就像现在一样，也都在期待有一天，有一个人，可能你不会想说太远，那个太大，主耶稣基督如果有人可以救救我的成绩就好了，如果有人可以救救我，等一下要吃什么我都想不到就好了，如果有人可以救救我，那个我都睡不着该怎么办？如果有人可以救我就好了。所以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领受盼望、领受恩典的时刻。在这个12月呢，我们已经讲了一整个月要开始的这个信息就是收割庄稼。今天的信息就讲到打发工人收割庄稼。那有一个很特别的我那时候在看这个图的时候，你们看得懂在干嘛吗？耶稣在原地绕圈圈，这样没有？是在量地板。今天的经文说，门徒两个的被耶稣差派出去，因为他们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庄稼已经发白成熟了，每一个人都要赶快怎么样去收那个庄稼。可是像世界传道很爱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可能很常会有人问我说你要干嘛的时候，我都会说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那样做？当我们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原因，而且那个原因会带领你去做那件事情，不管那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要开始起来要收割庄稼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是那个庄稼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知道为什么。当你知道我为什么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就会跟我为什么活有关系。当人会想要去传福音，最简单的就是因为他看到需要。跟你旁边说，看到需要，看到需要，看到我的需要。跟旁边说，看到我的需要，看到我的需要，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别人的需要。今天的经文说，看到庄稼已经成熟，等待收割，但是做工的人少。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因为他看见，你看见了吗？你看见谁是需要盼望的人？我一刚开始问的那个问题，有的人可能就是他自己。那传道今天就很需要盼望，在刚刚从2点一直到5点这段时间，应该不是5点5点半，因为我最重要，我最近那个一直被牧师说爱被丢物的东西，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iPad，我的 iPad， 他下午2点的时候呢，突然自杀了，就是一直闪退。知道什么是闪退吗？就是出现正常的画面，然后你按了之后，它就开始跑那个程式正在运行的画面，然后黑屏这样，然后就继续跑这样。然后呢，过了一个时刻呢，就很像那个要回光返照的人一样，它又恢复正常了，然后就继续闪退这样。就一直闪退，然后我们大概就从2点一直弄到刚刚。我现在刚刚就在想说，上帝呀，你为什么要整我？你难道不知道我前天才死了姑姑，然后我今天手机还这样，然后接下来有5个礼拜，我只要没有手机，大家找不到我，哇，很难想象哎。如果你一天没有手机会怎么样？与世隔绝。与世隔绝。2天呢？那你们知道如果传道人没有手机会怎么样吗？有人在笑了。好 ，OK， 那你大概就知道我的处境。OK， 就是有这样的需要，有 iPad 的这个需要，不是要买 iPad， 就是。你有这个需要，所以你会想尽办法，赶快把它弄好。所以刚刚呢，我旁边出现很多天使，就来救我。如果真的就因为iPad就爱来丢不就拜托你完蛋。因为我最近前天我刚刚说死了姑姑是真的，我姑姑她刚刚离开回去天家，然后最近在处理这个后面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手机的话。家人没有办法联络，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完成这个后面的事情。但也因为这样，我看见了一个需要是每一个人真的需要主耶稣。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来听到神的福音，真的是恩典。因为当一个人他真的要走的时候，他要去哪里？当他有盼望、确信。他要去到神那里，他会走得很安详。所以我前天对，我就看着我的姑姑从有意识、有呼吸到没有意识、没有呼吸，心里会不舍，但是心里有盼望，因为我知道他只是比我先去。有一天你也要去，我也要去，但是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旁边的那个人要去哪里？我们看见那个有需要的人要去哪里？那很重要。所以，当我们需要开始会想要去传福音，是因为我们看见有需要的人，看见那个就是要赶快把那个iPad救活，一定要救活，一定要救活，你知道吗？看到你旁边那个一定要救活。所以今天的经文叫我们说要求庄稼的主。有时候我们的心不是不知道，
是不知道怎么做，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不愿意，而是不敢去。有时候我们的心还在那个困境当中，所以其他的事情没有办法做。所以经文才叫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我们去，就对他们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这一个经文其实上次应验牧师有分享过，记得吗？记得。他还说为什么要用求的？明明他才是主人，我是被派的，为什么我要求？因为神他希望我们可以参与在他这样子恩典的计划当中，每一个人都来领受那个福分，每一个人都在尝到好处，每一个人都在好吃的餐厅里面吃到那个好的面、好的饭。第三个，当我们看到需要，我们的心被激动的时候，你有那个经验吗？就是某个人他很想要干嘛，然后他就说：“你去，你去，你去。”通常都是很想要做那件事情的人会去嘛。所以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去吧，我猜你们出去。出去哪里？其实不是别的地方，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等一下的一楼。你会看到许多你不认识的人，你会看到可能跟你年纪相仿，或者是他很好奇为什么教会要办这个礼拜的人。这个时候就是我，就是你出场的时候。所以跟你旁边说，等一下下去就是我了。跟你旁边讲，等一下下去就是我了。对，就是我，你就是主角，你就是等一下可以跟人来分享、一起玩、一起来经历的人。但是今天的经文在第3节的时候有讲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去吧，我猜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当我们要开始去传福音，当我们要开始去跟人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的时候，最近很常在讲，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要做那件事，不敢做那件事，因为对方会怎样？对方可能会拒绝你，对方可能会不了解、不明白，所以对你的回应会是不好的，让人受伤的，或是觉得冷漠的。就像传道很常在上面讲话的时候，下面的人都不理我的时候，我有时候也是觉得有点冷漠，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这里很热，所以我可以把热传下去，让大家都热起来。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动机是看见这些需要，看见人的心需要，我们的心要求神先来感动我们，然后就是我就去了，即使那个环境充满险恶。但是当我们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你有没有跟人家打招呼的经验？然后，嗨，有意，然后有嗨传道，然后就很安静，然后不知道说什么，有没有？然后这时候就觉得很尴尬，这时候特别孤单寂寞，觉得冷。所以今天呢，刚刚传道就跟大家说，传福音的使命啊，其实这个经文是在教导我们这些方法。他说，无论进到哪一家，要先怎样？跟人说愿这一家平安，先将那个平安的消息告诉那个人，讲那个平安的信息。还是你常常去就是先来一句脏话，然后第2句来个抱怨，第3句来个干话，然后第4句就没有话题讲了。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要先让人家去听见那个平安的信息。我相信当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来经历平安的信息。知道是什么？第2个就是别人会因为你多听一下，多陪一下，多讲一下，他的心就需要内在医治了，是吗？还是他的心就被你内在医治，就被你医治释放？传福音的使命就是，当我们向人说平安的信息之后，他会自己去经历那医治释放。神要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跟他的相处，透过你们的关系，他的生命就被神来释放。而且在传讲的是永生盼望的道，不是我自己的道理，
不是人自己的道理，而是耶稣基督的道理。耶稣基督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他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特别在圣诞节期的时候，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经历。所以在约翰一书他就有讲到，他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个起初所听见的，起初那个让你感动的是什么？起初那个让你听见你的心里面会激动，是主，就是我。不管那是流眼泪的时候，还是让你觉得很兴奋，就是我，就是我要来做，就是我可以参与，就是这里需要改变，我要来参与在这改变当中。那个起初的常存在心里，我们就必住在子的里面。子是谁？就是耶稣基督的里面，也住在父的里面。特别最后一句，他说：“主所应许的，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就是当我们活在那个激动里面，活在那个被神带领的里面，活在那个是主就是我的里面，你就已经活在应许里面了，你就已经活在永生的盼望里面了。阿们吗？阿们。不是别的时候，就是现在。我其实很想要下去，我想你们也是。为什么想要下去？因为就不用做周六礼拜，不是。我想要下去是因为我看见有许多的人，特别我最近经历这生死关头，我看见有福音的人真是大有盼望。我的姑姑是基督徒，我的姑丈也是基督徒。我记得我在迦南站在这个台上讲的第一篇道，我用的例子就是他们，你可以回去看，那时候我还是神学生。我就说，当我的姑姑知道她得癌症的时候，她就跟大家说：“我会走，可能会走，可是我很有盼望，因为我知道我要去哪里。”那你们猜我的二姑丈怎么回应？要不要猜猜看？我姑丈就说：“我从今天开始不是基督徒。如果我是基督徒，为什么上帝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太太的身上？如果我是基督徒的话，为什么我一生这么辛苦，我现在还要面对这件事情？”但是就在前天，我姑姑要走的时候，她当然就是一直哭。但他就一直摸着他的脸，跟他说耶稣很爱他，因为他内心其实知道，即使他不承认，也没有办法阻挡我的姑姑去到神的那里。即使他不承认，但是主爱他们，所以他承认了，他顺服了，他相信了，他知道人不想要，就算人拒绝，就算人不愿意，但是福音已经存在我的这姑姑的家中，也存在这个家族里面。有些人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当我们知道他要走的时候，大家没有任何的话，就是知道要用基督教的仪式，因为在地上有盼望，在天家要相聚。当我们做基督福音的大使的时候，我们也会来这样经历，靠着耶稣基督的权柄胜过阴间的权柄。那在这当中呢，传福音啊，真的是一个信心的教导，因为很多人他没有传过福音，而且在传福音当中，你可能会被拒绝，你可能会被讨厌，你可能会被排挤，但是神告诉我们，在这过程里，不仅是信心，而且要专心，要将平安带给别人。如果被拒绝怎么办？你们有被拒绝过吗？有，真的是一样哦。我相信只要你有传福音，就被拒绝。
我刚刚讲我的姑丈他那时候就是否定、否认、不想接受的时候，我们在旁边的人就是一直被拒绝，为他祷告不要，祷告不用，为他一起唱诗歌不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好像就是一个小朋友一样，因为内心里面太受伤，内心里面太绝望。那这时候旁边的人要怎么样？好啦，反正他觉得就让他那样嘛，就让他那样。如果在那个情境中，我们一定不会那样，对不对？一定是想尽办法要去安慰他，想尽办法要让他这样的情绪释放出来，想尽办法为他祷告，让他的心里面可以平安，可以安稳。其实传福音就是这样，就让那一个人去经历主自己的安稳，去经历主在他身上里面，让他的生命得着安慰。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只是我们愿意将那当初的话告诉他而已。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接待的时候，神的福气跟救恩就要临到这一家。当你拿在下面跟一个人分享，跟一个人讲话，跟一个人打招呼，跟他说平安的时候，神的福气就透过你要祝福他。而且当我们遇到这个不愿意接待、拒绝的人的时候，在这里就讲到说，有一个寡妇，她有个儿子即将要被判死刑，但是当然是一个故事，她就去求这个总统，然后总统因为这个她的丈夫啊，这个寡妇的丈夫以前是一个做了很重要事情、因公殉职的人，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就给了这个孩子机会，就发了一个赦罪令，要交给典狱长。那这典狱长呢，就带着这个赦罪令来到他面前就给他，他说我的重要东西给你。但是那个很年轻的人，那个孩子他就很生气，他说他什么都不要，而且还一直骂那典狱长，反正我都要死了，没有关系啊，你要对我怎样就怎样嘛，就很认真、很生气，把那个赦罪令就撕掉，就拒绝了这件事情。然后典狱长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这是你母亲特别为你求来的？你竟然拒绝了！你因为你自己的拒绝，你把赦罪令撕掉，那现在谁能够救你？”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啊，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拒绝。但是你想，这是赦谁的罪？你想这是帮助谁？可是当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机会去拿到那个赦罪令，可以去这样做的时候，你愿意吗？还是你就让他去？所以当我们起来要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起来要跟人家来分享的时候，其实是充满挑战的。但是我要鼓励大家，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充满挑战，它更值得做。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它能够让人的生命改变，能够让你跟我今天坐在这里，它就值得做。或许是你的爸爸妈妈信主，不是你；或许是你的朋友信主，不是你。你只是因为他今天有这个福分坐在这里。但是主说，不只是你要得着这个福分，当你愿意去的时候，接下来的日子是你旁边出现的那个人，就是因为他得到这个赦罪令，他得到这个永生福分的确据，他得到他要在离开之前的那一天，他躺在床上，他说：“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所以我心里很平安。”他的家人也因为他得着这个平安，所以我们都很平安。不只是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来经历，所以要邀请我们接受装备，一起来操练。更重要的是，当主说这个赦罪令拿到你面前的时候，我在这里，我先领受，或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起立好吗？我们要用这首歌来回应。
当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天使已经在这个灵界里面，已经在这个我们看得见看不见的当中，已经在欢呼歌唱了。因为有一位君王要来到我们当中，因为这个期待的神，这个期待的弥赛亚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这不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他今天仍然发生在我们当中。透过你的生命经历，透过你今天愿意将那圣歌灵发出去的时候，神就做成这个。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主
你道成肉身，你成为我们的医治，你成为我们的安慰，你成为我们的陪伴，你成为我们在黑暗当中的那个烛光。主，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要来经历。主，不是明天，不是后天来经历，是在我们礼拜结束后，我们走出这个门之后，我们就要来经历。因为主，你是带来盼望的主，主，你是使我们的生命有期待的主，你是使我们的生命再次被你苏醒，再次点燃盼望的主。主，谢谢你在今天的晚上带领我们。主，谢谢你在今天的晚上让许多需要光、需要从黑暗中被带出、带领的人遇见光明。谢谢你，我们要将今天所领受的献上给你。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礼拜到这里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邀请大家，我们到1楼的地方有一个点灯的这个仪式会开始。那也开始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每一天的盼望。所以等一下你出去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灯，就是这个烛光交给我们上